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六时关嘅欢迎收看10月30号嘅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竞选北区中西区嘅议员候选人赵龙介，伊嘅竞选总部29号暗时正式成立，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台南高雄两位市长候选人高淑珀甲韩国瑜，以及国民党嘅蓝色旋风助选团拢组织为赵龙介徛台助选，现场吸引将近1万名嘅支持者到场。北区中西区市员谢龙介竞选总部29号伫海岸路成立，前总统马英九、台南市长候选人高淑珀、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以及国民党立委许淑华、王玉敏、江启臣以及蒋万安拢出席徛台，现场当选声不断。谢龙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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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龙介。我非常感动，看到一个市议员的选举能够有这么热烈的场面。谢龙介在台湾真的是台湾之宝，大家说对不对啊？对。讲老实话，我们闽南话侯若维的复兴，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在台南做出许多让我们国民党感到骄傲的事情，就像8月14号在那边建立了慰安妇的铜像，大家说对不对啊？真正是主持民族正义，而且呢，真正能够做好转型正义的一个项目，大家说对不对啊？对。虽然这场是谢龙介竞选总部成立，但谢龙介完全无咧宣传家己，反而是一直帮韩国瑜救票，为高雄市长的选情加温。高雄后手不管佮几重。恁伫高雄的亲戚50朋友弟兄，恁拢总爱甲敲电话，好无？高雄爱甲拼，对不对？高雄若拼，台南阿婆的就会拼，台南拼，台中就会拼。咱台湾免为着国民党，咱为着台湾人民的前途啦，对不对？最后场中赞声韩国瑜只是表示，台南、高雄、屏东即马拢有同款问题，所以拿赢爱联手拍赢这场选战，互物件卖出去，人会使礼拜南部发大财。即马台南、高雄拢拄着同款问题，所以高师部甲我讨论遮侪届，以后台南、高雄、屏东，咱整个南部3个县市，我们全部联手起来。头一项代志，咱就对蛋白区，咱的农产品、渔产品，我们联手去外口抢订单，让农村经济、渔村经济会使繁荣发展，好不好？好。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另外，民进党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上午伫总部发言人郭国文、区里里以及一党籍议员陪同来到林晨辉社会福利基金会，会中伊除了体验做手工的徽章，并且宣布伊的社会福利证件。伊承诺未来若当选市长，将结合智慧科技加民间的资源，为新疆朋友打造更较好的生活环境。为了关心新疆朋友社会福利的议题。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由总部发言人郭国文、区里里以及真侪党籍议员，30号即天来到林晨辉社福基金会，甲慈光新疆协会的朋友进行对话，并伫现场体验如何制作手工纱文。同时，嘛宣布未来执政的新疆社福政策将会结合智慧科技甲民间的资源，打造更较好的社会环境。其实，在我们5大的主轴里面，包括文化首都产经、重镇，还有这个智慧新都等等，希望家园，还有创生城乡这5大的主轴里面，我们都有附带一些关于身障朋友以及关于社会福利的一些次题。但是今天特别比较找到几位亮点，除了共融式公园之外，我们还提到了，就是让身障朋友们、让身心障的朋友他们来作为一个
有效率的政府的话，我们希望说，除了在政府机关公署设置无障碍设施之外，最好是让这个身障朋友们免去舟车劳顿之苦。所以说，他们在自己的家中，或是在这个关怀据点，或是在这个区公所，就可以申请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证照，或申请到相关的公文。那这样子免得还要一趟功夫，然后这个爬上爬下的也相当麻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们希望扩大社福的财源，也就是说，把这个所谓的什么公车啊？富康巴士，也就是把所谓的也就是把我们的富康巴士本来是白色素面的这个车身，能够提供给一些社福广告，或是做一些有益的这个广告收入，能够专款专用，把这个收入完全100%运用在身障团体他们的这个福利上。这一点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将来除了在广辟财源，这个深化服务，提供更多的这个对身障朋友的服务，来服务我们将近5%，就是20位市民中间就可能有1位身障朋友，这样的一个身障人口，我们希望说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除了增加富康巴士的服务量，黄伟哲竞选团队嘛建议将富康巴士的车身加入广告来增加收入的概念，嘛成为全国的首创。不但会当确保原来的服务，嘛会当增加财源，用伫咧身障服务的顶面，达到身障朋友、广告需求以及市府社会的三赢局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减少火灾伤亡，消防局持续推广客家安全警报器的重要性。对此，和顺港区协进会甲天意建设公司延续去年捐出1500个互技校妇女中队以后，今年再次捐赠1500个警报器，要互弱势客家来保障因的消防安全。这款就是专门使用伫客家火灾警报器，只要真切出烟，就会发出高分贝警报声，提醒住户避火，起来是马上得胜。它使用的时候，我们会装置在天花板或是墙壁，离天花板50公范围以内。那当它作动的时候，我们平常每个月测试一次。那如果每个月测试的部分，它号称是那个10年型的，但是当然它会因为我们的测试长的测试，它耗电量比较大。市面上它有语音的跟单音，还有那个灯光的。对此，和顺港区超商协进会甲天意建设徛伫预防的保障，商务共同捐赠1500个警报器，基地发挥爱心，就希望守护咱弱势族群的客家安全。这注意器虽然这一个几百块的物件，但是伊会当救一个人，甚至一口罩的性命。我认为讲这一定要持续推广下去。为了肯定因的公益善行，代理市长李梦燕嘛亲自到场见证，强调是市民福气。一些比较老旧的房屋当年没有做消防系统的，那么对他们如果能够安装这样的警报器对家庭的防护安全的是非常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全台南目前已经有装了12万户将近3成的这样的一个装设那我们希望未来继续的推动。会中消防局嘛积极推广类似客家火灾警报器，呼吁家家户户一定要安装、安全有保庇。当然嘛，希望企业甲公益团体共同关心弱势族群的客家安全。台南新闻管及采访报道。今年5月时，中兴公司为支持市府推动第2官方语言的政策，免费赞助台南1500个多语英语的测验名额。29号上午，市府正式公布这摆考试成绩。台南的考生以平均133分，比去年全国平均成绩131分较悬，嘛体现咱的英语能力。市府推动英语作为第2官方语言的政策，得到侪企业的支持。今年5月时阵，多益台湾区的总代理中兴公司嘛赞助了1500个多益普及的免费测验名额，当时报名嘛是相当热烈。现在成绩公布，台湾市民有高达90%的成绩达到A1的水准，
其中嘛有6成达到 A2， 平均的分数嘛超过2007年台湾的平均131分，来到了133分，嘛象征咱的政策有初步的成效。在赖市长的时候，推动了这样一个2关语的政策，那我们市府一步一脚印，这样的一个政策在推动上，刚开始不是那么的容易的。那我们要让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还有要让我们的年轻学子，从小孩子开始，就要有那样的一个环境，它必须要有完整的一个架构，就是我们就执行了所谓的短期、中期，未来还有一个长期的10年到20年的一个规划计划。那到今天为止，我们进入到完成了3年，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初步的成果。A1 跟 A2 讲的是就入门跟基础级，那我们讲 A1 就是入门，然后再来 A2 就是基础级。那133分是在哪里？133分就接近于是在 A2 基础级。好，那其实在这一次的测验里面，9成以上的都有 A1， 那6成以上的在 A2， 那总平均出来是133是接近 A2。前面的入门级就是说你会用简单的英语词汇跟跟国际的人士做简单的沟通。那到基础级的话，你可能就会用一些句子来描述你的想法了。好，大概是这样。所以基本上说好不好，我认为说是好。会中台湾全球化教育推广协会执行长陈超明嘛肯定市府推动第2关分委员的政策，并用行动来支持，将协会英语认证徽章的 logo 授权予市府使用。希望打造友善的英语环境，让外国游客来到台南会使简单看出谁会使讲英语。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公费的流感疫苗一礼拜2摆出问题，这摆连咱台南嘛有，嘛副议员王家珍甲洪玉峰上午联下召开记者会，表示因为侪家长拢烦恼甲向因来申请，所以一方面要求卫生局对外说明有问题疫苗已经回收，才袂影响民众自御放射意愿。对顶届出现流感疫苗变色的事件，即届又搁发生流感疫苗出现悬浮物的问题。而且这批疫苗拢是针对3岁以下的小朋友，台南分配了1万针，目前已经注射有4600针，剩落来5400针，卫生局嘛全部回收。不过议员却反映侪家长的心声，烦恼注射问题疫苗要安怎办？出包的疫苗，我们台南市5.4千剂已经全数退回。第二，各位应该可以收回了哈，就是说统一中央看怎么样做处理嘛，或者怎么样做一个查嘛哈。那第二就是说，目前仍然呼吁我们乡亲市民安心的去接种疫苗。你要观察一下，因为可能有些民众他就会担心呐，他就变成不敢出来打了所以如果你们观察了这几天那个施打疫苗的状况有那个衰退的情况之下，你大概要告诉我们乡亲说，你这些有问题的都已经回去了，目前他打的是没有问题的，要不然我猜可能这一段会变成一个中断期那对于我们这个防疫推动的话，这个成果会被打折的对此卫生局回应，虽然初步中央查出是医术注射档出问题，甲疫苗较无关系，但注射疫苗个人的体质无同。有无同程度的反应，一寡会红、会肿，甚至出现发烧的现象，但这拢是短暂2-3天就会恢复。如果有发现注射疫苗发烧几礼拜，就要注意。目前有问题疫苗嘛拢全部回收，呼吁民众千万唔当因为恐慌而放弃注射。为了照顾市民的健康，也是要事先做预防。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提升细心患者就业品质加医疗服务，高雄荣总台南分院第摆加入经济部讲叫为升级医药辅导以及国际化推动计划，来向智慧细心专人照会病房导入全新的医材来示范，并且伫上午正式甲拜启用。由高雄人民总病院加经济部工业局以及财团法人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共同合作，这项升级医药产业辅导加国际化推动计划，经过产官学加研究等跨领域的合作，上午正式伫个高雄荣总台南分院建立智慧细心的专人照护病房的试验场馆，并且甲拜启用。智慧化的医疗是目前的治疗趋势。借由医疗器材的智慧化，我们可以减少医护人员的负担，好，提高诊疗正确率，好，那增进医疗的水准跟提升病人的生活水准，哈。那本院血液透析室配合高雄总院的智慧化透析室的试验计划，提供好这个 program 哈。那目前我们借由这个开端哈，后面会在近1-2个月之内会把整个血液透析室全面做智慧医化的处理哈。那希望这样可以提供我们洗肾病患更优质的服务，来增进病患的生活跟医疗品质。我希望通过刚刚这样一个整个的中心的连接，以后如果台南已经数位化，屏东已经数位化，然后这个宜兰的这个原生农业也数位化，那我们的病人其实是可以在台湾玩透透的，他不用担心说2天就要回到台南，2天就要回到高雄。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网域的串接以后呢，他的洗肾的大资讯却在我们的这样的网域里，他全部都可以透透。而且透过我们刚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穿戴式装置，它可以去监测他血管的通透性，他也不用担心说他血管哪一天不通了，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在我们的农业体系里面，能够建立这么一个很棒的一个网络，就像 Airbnb 一样，让大家能够到处去做人生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目标，我们是希望能够把病人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里面去。透过各领域的专长，创造智慧流程的辅导，不但会用帮助医护人员伫个执行时更加精准，而且慢个互病患对报道、检查、洗肾到后续的追踪流程更加简单便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近年来，大力推动迷你气功婴儿技术的科调琴艺术，一摆受邀请参加马来西亚、台湾形象展，不止小介咱台湾城市以下进步甲发展，而且迷你气功婴儿一针到心这款的技术，嘛受到国际肯定。10月27拄结束马来西亚、台湾形象展的台湾升级医学博士科调琴艺术。伫个回国以后，就马上甲国人分享这项一针受孕的技术。柯医师近年来大力推广迷你型的试管婴儿，发觉过济诱导排卵针，等到会互卵子的品质下降。现在透过一针受孕的技术，加上人工智慧的追踪加子宫内膜的监控，就用个有效提升受孕的几率。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说，绝大部分做不孕症、做试管婴儿的这个太太、这个女士们呢，她们基本上需要每天打针，甚至每天早晚打针，有些人是1天要打3支针，所以一个试管婴儿疗程下来，她要打30支针、50支针，比比皆是。那对于妇女接受这种不孕症的治疗，那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存在。那我们研发的这个试管婴儿，这个迷你试管婴儿呢，那就不需要每天打针，以我们过去的10几年统计起来呢，绝大部分的妇女打2针、打3针呢，那她就可以达到取卵，取到同样跟传统每天打针一样这么多的一个卵子。从诱导排卵针剂的迷你试管婴儿1针受孕，到胚胎的受精，以前的这个单粒精虫的显微受精 ICSI， 到我们受精卵胚胎的一个培育的一个缩时摄影，到
我们胚胎的基因鉴定 PGS、NGS。那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我们用 ERA， 就是说我们去看这个内膜的这个着床痔疮的一个鉴定啊，所以可以整个把这个着床这个怀孕率累积的怀孕率推高到80%、90%以上。柯兆钦医师这项的技术不但伫马来西亚得到真大的肯定，而且伫回国以后，嘛选伫嘉义的生殖医学甲气管婴儿的中心召开记者会。虽然该中心伫今年8月才启用，上午嘛首次开放参观，内面育婴室甲做未来中心嘛拢真齐全，而且出入拢有严格管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天气，温度20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加阵风9级。感谢收看，10月30日中间台南电新闻，咱再会。